我嗰袋裝住一個細細嘅十字架。佢提醒我，無論我喺邊度，我都係一個基督徒。呢個細細個嘅十字架，冇魔術，唔係幸運符，佢亦都唔係保護我嘅身體唔受傷害，亦都唔係俾人哋睇嘅身份象徵。佢只係我同我嘅救主耶穌基督之間嘅默契。佢提醒我，主耶穌為咗救我而付出咗極重嘅代價。佢又提醒我，每日為自己所領受嘅祝福而感恩，同埋每日嘅言語同行為都要有長進。仲有，佢每日提醒我，要同親友分享主耶穌平安嘅好消息同安慰，又將自己同親友完全咁樣交託俾主耶穌。所以我嗰袋裝住嘅十字架提醒我自己，耶穌基督係我生命嘅主，佢係我生命嘅領航，所以我亦無需為明天憂慮。所以啲人話基督徒係受祝福嘅群體，我係完全同意嘅。